，number one， 好，呢一條咧就係一條咧中古款嘅水鑽鏈，咁係一個魚 Infinity 嘅一個水鑽鏈啦，非常之 classic 之餘，亦都不失貴氣。呢一個係法國款式嚟嘅，法國製造，法國 vintage 係啦，1980年到1990年嘅一個款式嚟嘅。呢一個係講緊500蚊加一，500蚊加一。咁啊手鏈嘅長度可以幫大家度一度啊，500加一，500加一。好，中意你可以直接打500，或者可以聽埋我度嗰個長度先。長度呢一個係啦，17 cm、17.5 cm、17.5 cm 啊。OK， 500加一17.5 cm 嘅一條小金鏈啊。好，跟住之後啦，嚟一個銀鑲嘅聖母瑪利亞十字架吊墜。咁呢一個銀鑲嘅聖母瑪利亞十字架吊墜咧，咁啊佢中間咧打開嘅可以放到呢個毒藥嘅 ，OK， 唔係講笑，係啦，放到你啲急救藥 ，OK。呢一個來自意大利嘅，係啦，一個 antique 款式嚟嘅 ，OK， 一個係一個吊墜啊。呢個字幕桑喎，真係，係嘛？嗯。呢個 Shining 似唔似莫桑？信銀唔夠膽講，唔夠膽講。一係莫桑，一係鋯石，土噴水池3合1。大佬啊！啲火彩，我自己覺得都算自然嘅呢個。星星雪花紅寶頸鏈，雪花星星紅寶頸鏈，呢個都勁喎哦呢個都勁啊！我呢個平喎，呢個相對嚟講，我呢個好平喎，呢個紅寶星星嘅雪花頸鏈有冇人中意呢一個？雪加一3合1加1，佢係咁樣噶，好似個磁環咁樣啊！你睇下飄綠花嘅，佢連呢個都有喎。呢個係福瓜啊，呢個係14K 嘅呢個翡翠古董嚟㗎。呢個係飄綠花嘅一個咧福瓜，好靚啊！隻綠色好靚，飄晒綠花，亦都好柔潤啊！你睇下有種有水嘅呢一個，咁用咗14K 嘅頭，肥肥水鑽，呢個超級平，488蚊，你淨係買一條銀鏈都唔得啦。講真，你呢啲你隨便戴得㗎啦。呢個今日488，買條銀鏈都抵啊！488有冇？即係你幫我望一望，488係 OK。係啊，仲要有9折喎。仲要有9折喎，之前。你自己揀埋佢，應該我諗450蚊唔收你今日 Queenie。你見唔見到3合1？中意嘅488，中意嘅488加一，好，差唔多啦。抵啦 Candy Bear， 你隻 Candy Bear， 我揾個 Candy。佢隻眼就係 Candy。多謝你 Queenie，488加一，我繼續尋寶俾你哋啊！好抵喎，超抵啊！呢個你要中意銀色定金色啊？唔知逐盤揾緊㗎啦，已經。小可愛嘅熊仔啊，啤啤嘅一個咧就係心口針嚟嘅呢一個，呢個係一個心口針款啊！好見到大家睇飾物咧都睇到太疲累啦，不如我哋抹一抹我哋雙眼，跟住讓我哋雙眼咧就可以去旅行啊 ！OK， 咁我哋準備咗一個，之前有條蜜蠟睇下，之前嗰條不規則型蜜蠟 ，OK， 嗰條都係我鎮店之寶啊，係啊 ，Carol， 即係。嗰條其實真心真係靚嘅，真的是漂亮。呢度仲有一條咩啊？你睇得唔得？檢漏咩檢漏啊？蜜蠟，我唔係啊，呢個琥珀嚟㗎。琥珀㗎。係啊，我想揾翻條蜜蠟啊，不規則形狀嘅蜜蠟，唔知會唔會戴咗喺我心口咧？我掹翻啲金出嚟先，OK。個十字架。好靚嗰條蜜蠟啊！俾大家望一望先啊 ，OK。你見唔見到我嗰個好靚嘅琥珀？
哎呀，呢度係咪呢一條雞油黃？呢條成條都係雞油黃。俄羅斯波羅的海，呢條俄羅斯波羅的海嘅蜜蠟。可惜阿肥肥可唔可以帶一帶啊？得啦。唔該你，係啦，用你呢、一個可唔可以收埋你條澳寶？